哥林多后书第1章，奉上帝旨意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甲兄弟提摩太，写批予哥林多上帝的教会，佮阿该亚变处的众圣徒，愿恩惠平安，对上帝咱的父，甲主耶稣基督归互恁。愿上赞归互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逐项安慰的上帝。阮伫一切患难中，伊就安慰阮，互阮会用上帝所赐的安慰，去安慰遐拄着逐款患难的人。阮既然侪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最得到安慰。阮受患难呢，是为互恁得到安慰，得到拯救。阮得到安慰呢，也是为互恁得到安慰。这个安慰会互恁忍受阮所忍受迄款的苦楚。阮为恁所存的愿望是确实的，因为知影恁既然当受苦楚，也的确当得到安慰。兄弟啊，阮毋爱恁毋知影，阮从前伫亚细亚拄着苦难，受压太重，力袂会赢，甚至连活命的愿望拢绝啦。家己心内也断定是的确死的，互阮袂会靠家己，只靠互死人救我的上帝。伊要拯救阮脱离迄个极大的死亡，现在有缘要拯救阮，并且阮愿望伊将来也要拯救阮。恁用祈祷帮助阮，通互真侪人为阮谢恩，就是为阮因为真侪人所得到的恩。阮所夸口的是家己的良心，见证阮凭着上帝的圣洁甲诚实，伫世间做人，无靠人的聪明，就是靠上帝的恩惠。向恁更较是安尼。阮现在写予恁的话，并不违乎恁所念的、所认捌的。阮也愿望恁到底还是要认捌。拄亲像恁已经有几分认捌阮，掠阮夸口，亲像阮伫阮的主耶稣的日子掠恁夸口一样。阮既然安尼深信，就早有意到恁迄位，互恁得到利益，也要对恁迄位敬戒。去马其顿，搁对马其顿倒转到恁迄位，叫恁甲阮送行去犹太。阮有这个意思，减是反复无定着吗？我所起的意思，减是对情欲起的，叫阮忽视忽废吗？我指着信实的上帝讲，我向恁所传的道，并无有私自有非的，因为我甲西列佮提摩太伫恁中间所传上帝的囝耶稣基督，总无有私自有非的。第一只有一事，上帝的应允，无论有偌侪，伫基督拢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伊也拢是实在。互上帝因为阮得到荣耀，拢伫基督的内面坚固阮甲恁，并且抹阮的就是上帝。伊阁用应阮，阁赐圣灵伫阮的心内做凭据。我呼叫上帝，甲阮的心做见证。阮无去哥林多，是为要宽容恁。阮并毋是害惯恁的信心，就是帮助恁的快乐，因为恁凭信，才徛得牢。